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，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安尼开始。先知以赛亚的册有记载，上帝讲：看咧，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，伊要甲你开路。有声伫旷野得法，着为主准备道路，为着伊修直小路。果然，约翰伫旷野出现，甲人洗礼，宣扬讲：着悔改，领受洗礼，上帝就赦免恁的罪。犹太逐所在有真侪人，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拢出来去约翰遐，告别家己的罪，伫约旦河对伊领受洗礼。约翰穿骆驼毛的衫，腰下披带，食草糜甲野蜜。伊宣扬讲：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，伫我后面得来，我连跪落去甲伊头划大，都袂堪得。我用水甲恁洗礼，毋过伊要用圣神甲恁洗礼。过无几日，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伫约旦河对约翰领受洗礼。耶稣一个对水面起来，就看见天裂开，圣神亲像粉鸟降落伫伊身上。佮对天有声讲：你是我所疼的囝，你我真意爱。圣神随时催逼耶稣去旷野，伊伫旷野40日久，受撒旦试探，伊一直拢甲野兽做伙，毋过有天使缀甲伊侍候。约翰受领了后，耶稣去加利利宣扬上帝的福音，讲：时机到啦，上帝国得要实现啦，着悔改信福音。耶稣对加利利湖边经过的时，看到西门甲伊的小弟安德烈伫湖里伫拍网，因为因是掠鱼的。耶稣对因讲：来缀我，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掠鱼的得着鱼。因随时甲网放底去缀耶稣。行无偌远，耶稣看到西庇太的囝雅各甲伊的小弟约翰伫船顶伫整理网，伊随时呼召因，因就将老爸西庇太甲请的工人放伫船顶缀耶稣去。耶稣甲伊的门徒去迦百农，安息日一个到，伊随时入去会堂教示。众人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稀奇，因为伊的教示真有权威，甲其他教师无相同。迄时，会堂内有一个邪神附身的人，雄雄喊出来：拿撒勒人耶稣，你莫插阮！你来要毁灭阮是无？我知你是甚物人，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甲伊责备讲：念念对这个人出去。邪神互迄个人抽掣，大声喊一声，就对伊出去。众人着惊，议论纷纷讲：这是甚物代志？受权柄的神教师，伊命令邪神，因拢降服。耶稣的名声随时传到加利利甲周围逐所在。耶稣一个离开会堂，随时带雅各甲约翰去西门甲安德烈因兜。
西门的丈母拄伫发热，倒伫眠床，因随时将伊的情形甲耶稣讲。耶稣惊活去，牵伊的手，甲伊扶起来，伊的热退去，就甲因侍候。黄昏日落的时，众人将逐种病人甲鬼附身的人拢带来耶稣遐。通城的人拢聚集伫门口。耶稣医好真侪患着逐款病的人，佮赶出真侪鬼。伊毋准鬼讲话，因为因知伊是甚物人。隔日透早，天还未光，耶稣就起来，出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伫遐祈祷。西门甲同伴去找伊，因找着就甲伊讲：大家拢伫找你。耶稣应讲：咱来去附近的庄舍，我嘛通伫遐传道，因为这是我出来的目的。耶稣去加利利逐所在，伫因的会堂传道，佮赶鬼。有一个麻风病人来恳求耶稣，跪落去对伊讲：你若肯，会当互我清气。耶稣满心怜悯，伸手甲伊摸，讲：我肯，互你清气。伊的麻风随时无去，伊就清气。耶稣随时叫伊离开，严严甲伊吩咐，讲：千万毋通甲人讲。不过你着去互祭司验，佮照摩西的规定，为着你有得到清气，献祭物，通对众人证明。毋过伊一个出去，就四界宣传播扬即个消息，直到耶稣袂当公开入城，煞着住伫城外偏僻的所在。众人犹原对逐所在去找伊。